2015客家流行音乐节超级擂台组总决赛。2015客家流行乐节超级擂台组总决赛正式开始，让我们欢迎主持人宋金玲、徐哲伟出场。现场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所有乡亲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宋江玲。各位现场的嘉宾、各位乡亲朋友们、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哲伟，我是龙潭的启泽伟。哇，蔡天颖！今日真欢喜为大家来主持，也是客家流行音乐节、客家流行歌曲比赛超级擂台组的总决赛哦。2015客家流行乐节是，你还知道音乐节係今年天然攀錯冇？錯。講到超級擂台賽啊！哎呦，當叫冇講客家話，要緊張咧冇問題，講得清楚。分檔到組錯冇？嘿，我哋分咗5組哦。有5組哦。呢個5組啊，從細到大就有。係。最細嘅兒童組。兒童組。過來青少年組。青少年組。強壯組。青壯組。過來呢，係我們銀髮族的長青組、長組。哎呀，還有我們的超級擂台組，就是今天總決賽。這個每一組的表演，每一組的選手都非常的厲害。不過呢，今本日的超級擂台組係哦，很難講。嘿，參加人身份有限制哦。哎，用版身份這樣參加。全國比賽前3名，有哪條全國比賽呢？有哪條啊？講一下。哎，從大家就第一客家天師鬧熱大擂台。哦，愛的，當好看的節目，還有呢？哦，還有嘛嘅呢？還有從我哋桃園自家辦的全國客家流行歌曲比賽。哦，還有你主持過誒？還有。比賽超過半世紀，後從客家各位天初會去參加嘅竹動嘅天春嘅山歌比賽。幾愛啲咧，還有當到啲國際啲世界都當到比賽，當強嘅選手金幣都來比賽。當然真重要嘅，迄個鄉親好朋友，你知道你唱到實在非常好，咩分享勇於挑戰。係啊，金幣。仲最特別嘅係乜嘅？T百龍 N 全國最好看嘅客家天水合作，而下係直播，本大家看直播現場有見到嘢，揮揮手。哇！現場嘅朋友要注意哦，喺講入樣機哦，當人面前嘅時間，一定要跟我們的鏡頭揮揮手，打聲招呼。我們鏡頭四面八方都有哦。你用他們鄉親啊，你還有韓國過來哦。韓國裡面還有一個部分請貼片，我們有現場樂隊伴奏。是，謝謝老師。歡迎詹老師所帶領的樂團，歡迎詹老師。謝謝老師，謝謝。哎，不說講哦，來現場嘅朋友也好，啲電視機頭前看節目嘅朋友也好，通通都有福氣啊！做得看好看呢，做得談好談嘅，錯冇錯，來到現場就看演唱會共用。好。我們今天來到現場，還有很多的長官貴賓。3點鐘為大家來小姐來到現場嘅長官貴賓。好，首先為大家小姐，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蔣潔安局長，我們的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蔣潔安局長。蔣局長好，真嘅在講啊。係又講又有型嘅局長。緊接着要為大家介紹的是桃園市政府衛生局楊文志主秘，楊文志主任秘書您好。楊主秘好。您好。緊接着要為大家介紹李世安里長來到現場，里長好。里長好。為您介紹張明純里長，里長好。里長好。以及羅勝天里長，里長好。里長好。謝謝。張淑美里長，里長好。里長好。還有一位總天法里長張建華里長，里長好。哇，
大傻猪年轻有为啊，没错，讲到正经年轻人，我像暗后看比赛，一听有花很多的功夫，付出很多的心力，是的，对不对？所以才有这么棒的品质，这么好看的比赛。当然，我们还有很认真的评审，我们要看整场的比赛，评出最优秀的选手。现在马上为大家介绍今天来到现场的评审老师。是，首先要欢迎的是颜志文老师。感谢先生，颜志文先生。接下来欢迎是吴荣顺老师。感谢吴荣顺先生。再欢迎罗思荣老师。感谢罗思荣先生。欢迎阮克勇老师。感谢阮克勇先生。欢迎陈冠宇老师。感谢陈冠宇先生。欢迎东东唐玉环老师。感谢唐运芬先生，东东老师。还欢迎谢启国老师。感谢谢启国先生，感谢。辛苦大卫老师也好，来吃到啊，来动欢喜，因为错咧下杯唔咩严厉，因为今杯一听懂难评。是紧张，看表演就好嘞。伤脑筋的事情交给评审。对，不过咧，喺比赛之前啊，同中业嘅像安尼。讲什么讲法？冇错，人哋主办单位请用心哦，而来做天师的转播，也必须要处罚到按上些。真的幕后的这个整个筹划工作非常重要。我们要请幕后最重要的推手，也就是我们的主办单位桃园市政府客家事务局蒋捷安局长。我们要请局长上台来跟大家说几句话。局长好。上台把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桃园市政府客家事务局蒋捷安局长。局长好。怎么主持人？各位评审先生，各位参加比赛的大朋友、小朋友，各位现场老天司机头前的乡亲，大家好，大家好。好。今年是桃园升格直辖市第100期行业客家流行音乐节的节目，所以讲意义非常重大。用白来讲呢，因为音乐是一只就讲庆贺的桥梁，收给客家的语言老文化。一般客家流行音乐节呢，举办的3大主题的节目吼，第一部分是歌唱比赛，第二部分是创作比赛，第3部分是合唱团的观摩比赛。总共差不多有2000位的参赛者来就讲参加安尼比赛，做得讲十分的闹热。桃园市吼今年尤其今晡日的节目呢吼安排电视直播也是第100啦，吼。嗰是也特别吼就讲有请客家流行嘅10份重量级的金牌评审来为今晡的评审参赛者来做当客观的评审。今晡日有10位后生的小阿奶的小阿妹当优秀的客家青年，我来今晡的舞台来进行比赛，就讲都得讲精彩可期。桃园市呢是全国青岛客家人口的地区，差不多有80万的客家人口，嗰是吼十分有条件呐吼，做得发展成一只全国性甚至係世界性的客家流行音樂嘅中心。就講一定有按嘅企圖心，也希望所有嘅鄉親，所有客家音樂嘅朋友，大家共下來同一定支持鼓勵。我想今晡日吼就講每度講啦吼，青創業嘅就係講祝福今晡日10位嘅參加比賽嘅小阿奶、小阿妹，按優秀嘅歌手哈，做得發揮實力，就是飆歌競技。我相信今晡日嘅節目一定十分精彩。希望大家按子聲。謝謝局長，謝謝。感謝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總結安局長，感謝，謝謝。
正经吼，又讲又用心。正经系健康啊，我就入神。是。我就提供客家的文化、客家的讲什么，就像客家歌曲一样，传出去全世界。冇错。谢谢局长，谢谢。谢谢。不过，我想今比按精彩参赛者要懂挑战啦。嘿，比赛也是开始之前呢，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这个比赛有多难？真紧多难！比2轮，第1轮还比嘛？第1轮呢自选曲，唐一磊好像可以准备啊。对。第2轮就不简单了，第1轮很多嘛给。第2轮就是这个 top 5数，他熟悉的歌曲。然后呢，评审只听其中1首。我就看佢走神哦，接到评审只听那一首，格龙老师对起。今天早上才告诉他们，今天只有省长可以是练习团身上对。正经有辛苦嘛，不应该掌声鼓励。参赛者要记得拍手哦，不要忘我提醒你们，任何镜头都会 take 到你们。当然啦，今边看到按到加油团、请友团来哈。第一很多人你哋一天要对鏡頭揮手好冇？譬如講嚟青菜很厲害哈，龍璇璇。的加油团在哪里？知道吗？門喺邊嘅？喺邊曬？喺邊曬？我也邊看到，哇，華生的加油团很大很多。哦，好，谢谢你们。嘿，冇很多人唔怕，等下还有機會啦。是的，我们刚刚讲到哈，要比賽呀，2條歌曲，還有我們是現場直播，壓力很大。前面要獻出幾多位有聲線數呢？哦，有5名，還有優等3名。前5名以及3位優等的選手。講一下規則。嘿，我哋講，我能在美國啊，我從細我就看同班同學。還有咧。年紀出來了，13歲出來唱歌。哲偉以前就是唱歌，過來呢，佢自家咩要參加比賽，係啦，不面還自家有機會做評審的哈。還有蠻講。對嘅，都衝過嘅線數哈，用版拿到過分，應該很有研究。嘿，今邊嘅評分嘅比例哈，講一下哈，演唱嘅技巧係35%，節拍老奧斯係15%，音準老音色係35%，儀態跟動作是10%，還有客家創意造型是5%，這是。幾隻比賽老師本來的評分的標準，我們最少都有5%啊，我們身上都有一些客家元素。好嘞，冇講咁多咧，誰來比賽嘅好冇？啱所以佢是進行第1輪嘅自選曲比賽。係分享 TVB 係馬上嚟。首先為大家介紹 TVB 出場嘅係今年長13歲嘅許冠中。請看 VCR。大家好，我係許冠中，我今年13歲，我讀桃園大溪的仁和國中1年級。我了白進入客家流行音樂節超雷組的決賽，我很開心，因為我從小就愛唱歌，所以阿婆就到處帶我去比賽，幫我化妝，幫我準備衣服，所以我要拿到好的成績，讓她開心，也希望大家可以幫我加油。
全新的体验。客家歌谣将开始改变，山摇滚照样的呈现。你们到底有没有意见？年轻美眉开唱山歌，就想要开走世界。不管唱腔如何的演变，歌山歌江南世间，一难的心一同啊，谈笑脸，风声起动那动我，开心山歌充满那。声梦起观众，接下来是邱子谦、邱子乾。抢坤 VCR。大家好，我是邱子谦，我是来自关西的哈港影，很高兴呢，这次可以顺利的入围我们客家流行音乐节的超级擂台组的决赛。谢谢这次的主办单位呢，精心策划那么盛大的比赛，不管是路过、经过还是特别走过的朋友们呢，不要错过我的歌声。你在哪里？乃迪亚。点点糖风中传来轻松，繁华的世界本是一场梦，思绪的难再留，虽然心寒再痛，人生本来就是无常。又何必依恋心也无穷？又何必言叹人生迷茫？发无言在心中，无恋无情无爱，徒留花已泪般掉落。本来爱小小的心花，无言法，坠落在风中，无言法，沉埋在心中。假使遗憾由心来想下，凭爱度过。寒冷的冬，飘在风中的无言法。
在心中，无念无情无爱，徒留花衣泪般掉落。无言法，游弋在风中，无言法，随风轻吹送。电台有心意来抒情衷，本来爱小小的心房，无言法，坠落在风中，无言法，沉埋在心中，假使遗憾由心来想下，偏爱途过看人的桃花，无言法，坠落在风中，无言法，随风轻心中，假使遗憾由心来想下，偏爱途过看人的桃花，飘在风中的无言法。感谢邱志强帶來嘅演唱，沙田喺邊號3號林奕涵、林雨涵。想看 VCR。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奕涵，今年生5歲，很高興能夠參加這次的比賽，而且進入決賽。雖然我只有15歲，不過我想為客家流行歌曲帶來新的風貌，讓越來越多不是客家的年輕人開始喜歡唱客家歌曲。我希望在未來能做一個全能的歌手，我會把握住每一次舞台的機會，享受舞台，享受歌唱。希望大家要幫我加油哦！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谢谢林雨涵。接下來我分享係4號嘅劉奕晨，請看 VCR。大家好，我是劉奕晨，我好唱歌，也好跳舞，很高興能入圍客家流行音樂節超級擂台賽的總決賽。在這裡，我要感謝桃園市客家事務局及製作單位，給我們一個表現的舞台。我要謝謝我的老師給我指導，也要謝謝我的家人給我支持及鼓勵。大家要為我加油打氣哦！有一口甜，也在起唔知幾多年嚟。為你小上小下，為了幾扎錢，俺用公益青春團獻給自由。愛嘅心肝肚，有一口甜，也在起唔知幾多年嚟。為你叫上叫下，手操汗連連，爸媽嘅功勞奉揚從天天天來中。一滴滴嘞，一滴滴嘞，老幾種種來，一滴滴嘞，老幾種種來，一滴滴嘞，一滴滴嘞，老幾種種來，一滴滴嘞，老幾種種來。終於女將將嘅放，心肝地都聽到見邊啊！南風呀吹來呀，心鬆鬆呀，乾乾馬嘅啦啦一條江，種一條重重嘅光，心肝地都三個見邊啊！三個那唔衝那三唔開那，一條一條扎本牛來彈。中進來，一滴滴嘞，一滴滴嘞，老幾中進來，一滴滴嘞，老幾中進來。終於女將將嘅花，心肝地都聽到見邊啊！南風呀吹來呀，心鬆鬆呀，乾乾馬嘅啦啦。重重嘅光，心肝地都三個見邊啊！三個那唔衝那三唔開那，一條一條扎本牛來彈。終於女將將嘅花，心肝地都聽到見邊啊！南風呀吹來呀，心鬆鬆呀，乾乾馬嘅啦啦一條。重重嘅光，心肝地都三個見邊啊！三個那唔衝那三唔開那，一條一條扎本牛來彈，一條一條扎本牛來彈，一條一條三個本牛彈。有冇睇㗎？感謝劉奕晨帶來俺精彩嘅演出。哎呦！你係廿一個，咁廿正數啊，唔係廿嘅總會一個前一個禮拜或者然後就打暑草，然後。聽說他前3個禮拜都沒有辦法睡覺，他進入宿舍前3個禮拜電視沒有打開過，每天晚上都在背劇本。誒，這隻拄着假數老外拜託。唔去甲
你老公爱妈讲。第3个礼拜电视打开之后开的是客台，我们是不是 K 笑？这个不对哦。全部用国语。对，你用国语，你会抓到那个不一样的东西。他们在学客家话，他们在顺本。一点咩都唔适合讲好。老师在跟他一个一个字的教他发音。也就爱啲鼠蛋乖哈，看到这个蒙买个阴突门的嘛。哎呀，都有病哦！起来的时候吸气，然后下去的时候吐气，这样对麻了是不是？那印度家庭女生就是要走来走去那边车饼这样，只是反而不能一起吃。他嘎秒都该怎么干？他们新兵起床啊，第一都会生病啊。这个外面是看不到的呢，要很传统的家里才会有这个。在那边马纳斯。大礼拜二按不到9点，做客他乡。下个星期的小二4天铺，我们来听听爸妈都跟我们说些什么话。爸妈就是讲，生活上事情，还有我自己心里想要跟爸妈说的话。那我们调查了50个小朋友，来，你们告诉我，最多小朋友不喜欢爸妈说的话是哪一类的？就说几点了还不赶快去睡觉？所有好朋友都做到超級擂台组总决赛嘅现场。嘿，我喺这边，我喺奖励。哦，家比赛真係當精彩呢！哎呀，好精彩，好像看演唱會一樣。係啊，大家有當熱情啊！真嘅啊！下嚟要比賽咯。係條都係從1到4號，3點就會踢5號誒。踢5號入邊參賽選手係來自馬來西亞。當特別佢唔可以講客家話哦。係，唔過佢來台灣讀書哦，可唔可以了解客家文化？佢就係編號5號陳婷婷。想看 VCR。因为有非常多歌唱的机会，那无论是从国语啊，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还有呢，就是到我们最棒的客家歌了哦。这是我的决赛曲目之一哦，希望呢大家会喜欢我的音乐，然后跟我一起享受在这个音乐盛会，大家加油！佢哋熱淚拍拍將將嘅花，熱淚花，看起來就像人徛定一匹馬，打走在天然山腳，按不條有種到愛嘅文化，該來花，迄個破條那當嘅幾種花，幾種花。將一條辣辣天空轉風潮，啊，
心甘情在心头难以记着，记种花，已困介面花香不会差，介来花，汗水共困的千千分马沙，记种花，黑暗用路路路路早先走到你头恰恰，记种花。谢谢将思变白发为老家，俩泪花，黑暗用给永永然然，隐隐眼眼开的那。会打破掉那当嘅记种花，记种花，唔甘一条辣辣天空转红潮，唔讲到那一杯，心甘情在心头难以记着，记种花，你看该阿婆也来也开花，该来花，拍谢谢相思别。谢谢陈婷婷。接下来是编号6号的华生法神，唱昆 VCR。大家好，我是法神，真的很开心来参加这个客家流行音乐节的一个活动，也要特别感谢我们的评审老师对我的青睐，让我呢在初赛的时候能够脱颖而出。相对的，在决赛里面呢，也准备了非常多好听的歌曲，然后回馈给我们的乡亲朋友。那其中还有一首呢非常 rock 的歌曲，希望呢可以让大家改变以往对华生的印象。希望大家可以呢继续的为我加油，加油！来说手创山歌的，唔创心头唔会开呀，下个嘛该美如水天路，给主业强啊水绵绵。恋满受爱恋有情妹啊，爱的呀情妹你彩虹风啊，下个。
解好，就爱慢慢水哦，情每年比酒更加香。就爱恋有情模样，爱你啊情每年彩虹风啊，下个嘛该好，就爱慢慢醉哦，情每年比酒更加香诶。神带来嘅演唱，沙旦迄边好切好，龙先生，龙先生。抢看 VCR。嗨，大家好，我是龙轩轩，也是龙贤贤，今年14岁，就读北埔国中2年级。今年很高兴可以参加客家流行音乐节的超级擂台组，而且我还入围了。也看到了这么多歌手的优点跟缺点，我都有放在心里，而且也有去学习。希望这一次在决赛，我可以万无一失的表现出来。希望你们要为我加油哦！相牽。
伤心，自小孤单，不会离开爱。叫呀叫過你，昨天嘅事情，願人愛改變。 像玫瑰平靜，愛嘅習慣，注定孤單，注定悲傷。依歸要來呢，愛恨愛相依結局。 谢谢龙轩轩。
三下来要分享的是编号8号的李元志、李念之。呛坤 VCR。大家好，我叫李元志，台北人，你们可以叫我三重陈晓东。我的工作呢是卖咸水鸡，工作之余呢，我最大的兴趣就是唱歌。我的妈妈是我的粉丝，每次在朋友的聚会或是婚礼啊，或者庙会，我妈总是会拱我上台唱歌。还记得有一次啊，在开店的时候，我妈还叫我唱歌给客人听，那还真的蛮哭笑不得的。我希望这次的比赛呢会有好的成绩，让我的歌声疗愈更多人。点寒风中传来轻松，繁华的世界本黑已匆忙，失去的难再留，虽然心还在痛，人生本来就是无常。又何必依恋信仰无常？又何必眼看一生迷茫？发浮远在心中，无恋无情无爱，徒留花泪般掉落。等待有心意来诉情衷，温暖爱小小的心房。无言花坠落在风中，无言花遮埋在心中。假使你还有心来相想，陪爱度过寒冷的冬，飘在风中的无言花。又何必依恋信仰无常？又何必眼看一生迷茫？发浮远在心中，无恋无情无爱，徒留花泪般掉落。当爱小小的心房，无言花坠落在风中，无言花遮埋在心中。假使你还有心来相想，陪
车，恋爱拄我烦恼几多，飘在风中的无言吧。感谢李彦之带来嘅歌声，沙田爱唱变好救好，钟询文、张新文。请看 VCR。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询文。目前呢，就读的是永平工商表演艺术科的3年级，今年17岁。我的兴趣呢，还有专长呢是跳舞，还有唱歌。平常喜欢在家里拉拉二胡，还有弹弹乌克丽丽。现在呢是在客家文化馆呢担任小蚊子姐姐。现在呢，我参加了超级擂台组，我晋级了，所以呢，你们一定要支持我哦！谢谢大家，怎么太嘎？摇头发，山啦啦落下，摇头发，开遍满山崖，唔惊风吹雨打，一言为你开花。摇头发，山啦啦落下，随风吹，秋唱起。 啊。
希望张轩文，下来係最美好曾仲偉、曾聰偉。搶看 VCR。愛了背間落一角，跳擺心苦做慣咧，喊來喊到手腳會打結。大家好，我是曾仲偉，我是曾仲偉。这次参加客家流行音乐节超级擂台组，因为自己呢要发行专辑了，希望大家可以帮我加油。認真講你係最將解阿婆。看你一生離開愛嘅人，愛心比霜啊，目珠流連連，離開一年，相依一年，都乃是都乃這緣兩沙將會相見。愛上竟然化作一場夢魘，飄啊送啊躲啊，送到你的身邊，見你一面，想你一片，係唔係有可能兩情緣還會相見？相依應應緣，相依千萬遍，無奈何無從的誓言。相依應應緣，相依千萬遍，無奈何愛你有啥無言，才愛恨嘛恨嘛恨，你也唔會恨。做一場夢魘，飄送啊躲啊，送到你的身邊，見你一面，想你一片，係唔係有可能兩情緣還會相見？相依應應緣，相依千萬遍，無奈何無從的誓言。相依應應緣，相依千萬遍，無奈何愛你有啥無言，才愛恨嘛恨嘛恨，你也唔會恨。做一場夢魘，飄送啊躲啊，送到你的身邊，見你一面，想你一年，會唔會有可能兩情緣還未相見？小點時間。
其实咧，都无爱看到去，我一看到去，就想到该跟你走起来。你要不要分特不能说一言？我说，哎呀，我怎么跟他回来啊？我回来。罗腔挂子音哦，昨天让阿你介绍一下嘛。一开始记住吊上吊起来，好，要采了曲调轻太无腔样。小小声的爱眼前，相思梦，一丝순간，相思梦啊，小小声的爱眼前。有一摆看到报纸要招募正派嘅解说员哈，还是伊有兴趣，愛看當讀書，愛學拼音嘅優點安尼，愛不斷的硬學習安尼。用心用心講講客家人。老年大擂台，老年就開啦！南部嘅鄉親注意咯，老年大擂台當然先收費來到屏東嘅哦，好談好從客家國嘅鄉親，我記得嚟參加哦。出手係屏東縣女浦鄉同吉隆2號女浦國小體育館，我記得咯，5月初9、8、6同住生育2開始，報名專線099 388 398，趕緊來報名哦！天师以前還有睇現場所有嘅好朋友多盡多，2015客家流行音樂節、客家流行歌曲比賽，今晡日係超級擂台組總決賽嘅現場。嘿，我係齊澤偉，我係宋獎玲。拍手。謝謝大家，什麼大家，什麼大家。因為而家太緊張嘅啦，第一輪嘅比賽係自選曲，知道嗎？真的。大家是為唱了好聽麼？我攏講家曲種還有副曲種啊，真係當認真呢。是的。我很難認真的係頭前按認真的老師，本老師再掌聲鼓勵一下，好不好？我們7位金牌評審老師太過辛苦嘞，謝謝老師。然後老師認真到，然後有人這樣，有人是這樣子，然後有人是這樣，然後有人是這樣。我真的覺得還好我沒有來比賽。真的。接下來咧，唔係比賽，要輕鬆一下。係本太過輕鬆一下。係分享客家嘅演導啊，當演導嘅寫下來嘅，哦，演導千史文嘅寫下歌誒，係差唔多幾十幾歲係屬熟世紀咯。哦，係啊，佢出歌動作唱片，佢團體出來嘅。真勁，佢做咩要參加比賽？要啦，要啦。用下來分享佢好冇？分享嚇，歡迎羅文玉。Hello， 嗨，各位評審老師，好，各位現場的朋友，還有各位觀眾，大家好。這位，你好，米農嘅朋友啊，客家話龍睇下講。喺米農人啊，都羅文玉，而咪鬼歡喜來啊，跟客家腔啊聊。啊，我哋米農嘅鄉親咯。講到乜潮啊？哇！
我體育班攏係講客家話，我湯冇馬食。有嗎？就未攰啊，攰啊，講攰乜雞啦？係啊，嚟攰啊，嚟攰。當放現啊，可能俺哋哦，當模劍，當模鞋，呢都當模鞋，哎啲特別咧場合爭會讀到啦，當叫冇看到。要結婚啦，係咪？好啦，俺叫你模鞋乜雞？俺叫對睇，其實攏去做音樂相關的事情。係，最主要去寫建議各位，俺叫咯特別上嘅嗰多年的事情啦，其實佢想用來流行音樂的一些經驗，我想還有元素，創作客家專輯，是不是？掌聲鼓勵一下。我覺得有賞識啊，我知道有賞識，除了因為俺樣你做翻譯歌曲啊，做乜歌曲強樣，做改叫人，除非想到講啊，我自家母語，自家講嘅客家話，應該唱本爸爸媽媽彈也好，唱本自家彈都好。一定係寫一條歌，應該媽媽講，寫很多建議歌，從來冇寫過客家歌，佢寫本愛彈啊，你冇，佢應該寫第一條歌，結果寫第一條以後。嗰度一種感覺都來了，然後有印下印度，你要想下。文宇肯定嚟到現場哦，係一個很重要比賽總決賽的現場。幫我們的參賽者來鼓勵一下，好唔好？哇，我覺得真的不曉得這麼多客家的年輕下一代的，我覺得他們真的衝了過後，而且他們的一些台風，我就覺得我如果在他們這個年紀，我都可能會沒辦法像他們某發出胸來安利。幫大家加油哈，鼓勵一下，好嗎？先衝國位來幫他們鼓勵。好啊，好啊，來，莫緊張，你冇算分數。好，歡迎羅文宇。呀，感謝。啊，第一條歌呢，還能全新下一個誒，還能下半還能，他講你呢一個特色就是明年呢，就是快就4、5月這個時候，我覺得能夠用要表達我們客家人呢非常浪漫的這一面。那這首歌叫做《同花語》，同花語，希望大家會歸好一條歌誒，謝謝。定強強行地，吟唱故事感應曲，吟誦藍顏出現意，用一次要比啊比，第兩個童話歸，愛身邊更的人了，愛身邊個黑有你，帶來比龍。陽光巴黎，有那個數風氣，天巔風傳來春天嘅消息，用雙臂數紅衣，離杭州，迎綿綿嘅風景，漫山嘅童話意，春風吹來，飄落滿地，從寫埋種水花。轉啊轉轉莫停，漫山嘅童話意，從你面孔慢慢秀逸，讓等你共跳舞，用數米春共舞。愛身邊啦啦啦啦，愛身邊個黑有你，帶來比龍陽光巴黎，有那個數風景，天巔風傳來春天嘅消息，用雙臂數紅衣，離杭州，迎綿綿嘅風景。漫山嘅童話意，從你面孔暖暖笑意，從寫埋種水花曲，轉啊轉轉莫停。漫山嘅童話意，從你面孔慢慢笑意，讓等你共跳舞，用數米春共舞。
山嘅童話兒，終於慢慢消失。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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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漫山嘅童話兒，終於慢慢消失。啊哈啊哈哈。隨風去，轉啊轉，轉無停。當天一共跳舞，用生命存公益。呀，童話語，什麼太假？这条歌现在对我来讲，还是才可以洗那一条歌，所以呢，这个歌词都还在熟悉当中啊。然后，谢谢大家。那接着呢，我要唱这一首其实我最近帮客家电视台出境事务所所写的一首歌，然后这是主题曲，叫做《放心去旅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尝试，我把国语跟客家话摆在一起。那希望这一首歌呢，能够带给大家面对这样的一个亲人要出境的时候，能够带来安慰跟鼓励。然后我们要唱这首歌《放心去旅行》，谢谢。Yeah。或许有些话不需要说明，这一次准许你不告而别，放心去旅行。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不再有眼泪，也不再有悲伤。假使愛上你，愛會點點困天堂。假使你相愛，手都愛夢都發sáng。我的微笑是你喜歡的模樣，我會盡量勇敢的一如往常。時間的網留住了美好過往，終究會翻越心裡的那一道牆。或許有些話不需要說明，這一次准許你不告而別，放心去旅行。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不再有眼淚，也不再有悲傷。假使愛上你，愛會點點困天堂。假使你相愛，手都愛夢都發sáng。我的微笑是你喜歡的模樣，我會盡量勇敢的一如往常。時間的網留住了美好過往，終究會翻越心裡的那一道牆。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不再有眼淚，也不再有悲傷。假使愛上你，愛會點點困天堂。假使你相愛，手都愛夢都發sáng。我的微笑是你喜歡的模樣，我
苦尽了，勇敢的一如往常。时间的网留住了美好过往，终究会翻越心里的那一道墙。希望你们会喜欢，放心去旅行，大家加油！谢谢，谢谢。多枪，什么我们用什么？我们带来好听的歌声。嘿呀，希望佢这个写下那都很好听的歌曲哦，真嘅当好听。好，接下来接来进行天衣集团的比赛咧。好，等我进行嘅係天衣集團嘅比賽，天衣集團就係評審自聽曲，係哦，評審用版來自聽咯。誒，家有講過一開始吼，佢即家限數即家限5首歌曲，啲5首歌曲咧，今比周審評審將托其中嘅一首。也就係5條，大家全部練到動熟。到周審嘅時節，佢當地講我從哪條，可以先從陪我吹先生來對起。係哦，抗壓性應該當過。冇唔錯，還要面對現場轉播。沙來激激來比賽咯。好，首先就為大家來首嘅 TVB 13歲一下提拖，有個太海螢火怪獸嘅詞觀眾。歡迎佢。大家好。水下就正，夫妻一场，一切好商量，百年生意，夫妻夫留，共同打拼，一条心，梦乃未来变梦境内，人生该路长，不系相安。相面理想天发，一家福禄好命上诶。人生该路长，不系相安平，像该天气都变化。双手拢水下就正，夫妻一场，一切好商量，百年生意，夫妻夫留，共同打拼，一条心，梦乃未来变梦境内，人生该路长，不系相安。相面理想天发，一家福禄好命上诶。夫妻一场，一切好商量。生意，夫心夫留，共同打拼，一条心，梦乃未来变梦境内，人生该路长，不系相安平，夫相面理想天发，一家福禄好命上诶。一家福禄好命上诶，一家福禄好命上诶。
徐萌大家。哦，观众，来，很强哦，我定俩衰唔知咧做乜嘢吼。嗱，你日聽呢幾團哦，有啲重點就係評審先生，我睇佢衝睇過後呢，啱時做作品。直接講評。是。會緊張嗎？多少哈？來。觀眾的演唱，我們要請顏志文老師來幫我們講評。歡迎顏志文先生。大家好，一個請小朋友哦，懂得一下哈。要不然做生好什麼？觀眾。觀眾。哎，假設條分啊！哎，看你來都比觀眾慢過些啊，你懂得影響錯啦哈。係啊，我係一個創嘅表現哦，比兩個台風哈，攏同好，哦，都難得。不過有一個建議啦哈，如果包括你頭先創嘅一個詞線曲哈，如果唔選嘅歌啊，當初喺我哋嘅當到些人哈，來傾一個後生人嘅話哈，所以就夫妻一場，一個愛帶上些兒哈，講人生嘅事情，也有一個選歌嘅問題哈，如果喺咩我哋選歌時要注意下哈，因為我選同自家嘅年齡哈比較高接近嘅歌哈，比較有說服力啦哈。唔係唱歌唔係唱唐上音，還有內容，因為我用我心度去表達，唔想我同大家講嘅話，所以下次有比賽時間哈，你可以考慮一個部分。徐萌先生，好，請感謝顏志文先生，也謝謝觀眾的演唱。徐萌大家，哎，希望你有好成績。我跟你講。不能說讓覺得哈那個先來的哈後到的比賽就會覺得後來都聽到太多老師的講評，老師按講好誒哈，1分鐘聽評，講一個好誒，一個唔好誒，好冇？按下公平啊，冇喺邊用個散吼，冇啦，其實係為後啲下直播啦。係，徐萌先生哦，我想等位大家嚟小嘅聽音樂參賽者嘅係邱子謙、邱子謙分享佢。分享。今日就一杯酒哦，北風路人悠長，一杯酒就送一送我，木質地的路，相見就唔得愛難一路。黃沙姑陰陽潮，一杯酒就送一送我，人生別離多，一路西山天意悄悄看，迎風風林安路。行前莫回頭，就一杯酒哦，北風路人悠長，一杯酒就送一送我，木質地的路，相見就唔得愛難一路，黃沙。一杯酒就送一送我，人生別離多。
邱子谦。感谢邱子谦带来好听的歌声，好不好听？好，那我们马上要请哪位老师来为我们讲评呢？邱子谦的演唱，要唱公平的欣赏是东东先生，汤玉环老师。好，子谦，也是国外给你看唱到较顺细的话，而且你那个 freestyle 啊，没有在中间就爆出来了，这个是也较后卫的方向，因为你冲动嗨的时间，你尽量不用在后边层次里铺比较紧一点。不过今天有个缺点，你唔下路给亮机，人家亮都没冲得很完整啊，下次要把这个歌唱得更好一点点哈。唱得更精准一点，应该分数还较高。不过今天双人轮唱都是蛮平稳的，我觉得应该分数会蛮高的，加油！好，谢谢。好。人愛買保險嘅農作物咯。保險係無批托的橋上，農民電腦增加負擔。農業保險開始判的是政府啊當注意認定的問題。保險制度應用嘅規劃係政府勞保險公司動態嘅考驗。我建議這個人哋保險嘅部分哈，分其他種保單都希望農民自家去寫。4月19半夜下晝5點，全民台北有請鄉下的關心。下個星期的12四天鋪，我們來聽聽爸媽都跟我們說些什麼話。爸媽就是講，生活上事情，還有我自己心裡想要跟爸媽說的話。那我們調查了50個小朋友，來，你們告訴我，最多小朋友不喜歡爸媽說的話是哪一類的？就說幾點了，還不趕快去睡覺。本人現場所有好朋友，還有電視機前嘅觀眾朋友都知道，2015客家流行音樂節、客家流行歌曲比賽，今日係超級擂台組的總決賽。你喺聽幾多啲比賽哈？係，甚至聽橋。嘿，來分享係3號嘅林雨涵、林奕涵。分享佢。
么太感。谢谢。感谢林奕涵，林奕涵，来。雨涵的演唱，我们赶快请评审老师帮他讲评。是。郭宇先生，麻烦。雨涵哦，看到你表演哦，主动爽快哈，一种很享受的事情哦。第二篇本个建议吼，给喉咙吼，迄紧张的时间吼，因为大家比赛吼压力过大，迄紧张的时间吼，给喉咙会降不下来。伫个冲过之前的个放松练习会加强，尤其迄大音的个练习会加强，专业。什么欣赏？好，没什么，没什么雨涵，希望今日有好的成绩，好冇？好，谢谢。好，谢谢雨涵。沙田美泰教雷小姐变好四好嘅参赛者刘奕晨，欢迎刘奕晨，欢迎。一颗
们刚才有一件。好，我们马上请谢启国谢老师嘉欣赏。好，今天演唱者也一晨妹妹哈，虽然也属歌来讲，做嚟讲，经过以前人样板去做一个海，我做个海，样板来同佢唱出一个心情。但是妹妹虽然讲演技有暗色，但是人能够讲将这个地图开出那个心情，行出的心情。将这个歌词来诠释出来，也做嚟讲，今日也唱来嘅相当好啦哈。我本人分数会清高啦，但是其他评审的样板我就唔对哈。啊，谢谢。什么老师？咁差請幾位先生，有咁差以前帶來暗號堂一個生。希望今日有好成績咯哈。謝謝依晨，謝謝。生下來嚟，來，生下來喺邊號5號，陳婷婷，來自馬來西亞的陳婷婷。光陽記。就沒辦法破夢離行到遠方，感謝你頭擺本英雄，就叫叫擁有佢這愛人的力量，來為you暗湧嘅地方，做得夜一下橋，飄飄鬆鬆，來為you。暗湧嘅地方，就像聲音嘅默解動視線。哦，半夜到天光，已冇辦法終於思念嘅故鄉。記得天亮，記得發亮，記得頭擺身影高亮嘅笑容。半夜到天光，已冇辦法轉移風台嘅地方。記得天亮，記得發亮，記得頭擺阿婆笑濃嘅笑容，高我窗夜公公。做得夜一下橋，強強鬆鬆，來為you暗湧嘅地方，就像聲音嘅默解動視線。Don't give up.
連通下叫彩花，愛你出來結天家，一公公小菜郎，期盼馬高連通下叫彩花，糖啊一拜一拜，半夜到天光。陈婷婷带来的歌声是陈婷婷嘅演唱，我唱给咪俾嘅什麼評選？羅思勇先生為佢做公平。我想婷婷今日所演出嚟有兩首歌誒，可以講全部我看到嘅就係優點。無論呢佢嘅音準、音色、感情嘅一種誠意表達，非常嘅就係上癮啦嚇。尤其就講演唱歌嘅人，千主要就講要感通自家。漳州的感通朋友，嚇，尤其家嘅正言撈家言嘅一種轉換都完全係親入嘅歌數，所以我千希望講天天做得出專輯來唱下啲客家歌嘅哦。哦，志峰先生，哎呀，要恭喜婷婷哈！希望你今天有很好的成績哦，謝謝大家，很棒很棒，謝謝婷婷，謝謝謝謝。哦，接下來係編號6號嘅華生法神，歡迎法神。大家好。今日呀嘅感覺，好比第100年愛，新冠金標頭那種種發燒就像。各種3顏色，一次唔敢想，一次唔敢講真。本來勇氣，本來一隻機會講出對嘅感覺。愛愛講出來，愛愛講出來，唔管前方。And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愛愛講出來，愛愛講出來，比高山長過大海，確定係愛嘅最愛。Oh yeah！會犯錯，有時我自比什麼較動情，愛原諒，因為愛你聽到長輩會變到安樣，一次唔敢想，一次唔敢講真，本來勇氣，本來一隻機會講出對嘅感覺。前方路有幾長 ，and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愛愛講出來，愛愛講出來，比高山長過大海，確定係愛嘅最愛。Baby， 請我相信。愛會度也必定 ，Oh yeah，and you feel lonely， I'll be there for you。愛愛講出來，愛愛講出來，
管前方路有几长 ，and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爱爱讲出来，爱爱讲出来，美国高山，中国大海，确定是爱的最爱。 出来，不管前方路有几长 ，and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爱爱讲出来，爱爱讲出来，美国高山，中国大海，确定是爱的最爱。美国高山，中国大海。 确定是爱的最爱。什么大哥？感谢法师。法师，法师的歌声呢，我们会唱耶稣歌曲。演奏炸咚咚嘎啪嘎啪跟乱跟又是啥？法神，哎，老师好。第二拜你选一个吼，哎，适当吼，非常的适合你。什么欣赏？耶稣歌有一种东东的城市摇滚的感觉，有青春活力。不过吼，耶稣歌听起来很简单。其实吼，底部有青岛的咩咩嘎嘎。其他很多小转音，要花一点心思去琢磨一下。你没有顾到尾巴的小细节。如果说，你最尾一句，你确定是爱的最爱，你就有变化啦。 就没空用，要唱出你自己的味道，好才是对的。不过哈，整体来讲非常的赞。好，怎么欣赏？加油！应该讲下你上吼，见做伊使伊做落去吼。要查的都带满死的呀。满死呀！哦，你讲字一行长表，一啲物嘅时间无效诶。当然喺度规划一行万的过后，唔错啊！一啲唔包学嘅时间，一条话你讲过，下礼拜你按部头6点半一起来看咯。法令环境开放，重点是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去学着去改变。 然后慢慢的去落实，所以公立或私人资源，其实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差别。重点是我们敢不敢去做一点改变。还有天师以前嘅觀眾朋友都進到我哋2015客家流行音樂節、客家流行歌曲比賽超級擂台組嘅總決賽現場。接下來我介紹馬上上一位參賽者佢係龍璇璇、龍萱萱，歡迎龍萱萱。 把歌挂在桐树旁。
谢谢龙轩轩，谢谢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好。嘿，你好，好，你阿团呢出一场加无讲到的东东先生来讲评。好，轩轩哈，其实也属过冲到十分的甜美，当甜当后糖。不过这边有个建议哈，这个你本身吃的喉音有比较多了一点哈，你尝试用丹田，用你丹田的给利用它抖的位哈，把声音给它转移共鸣会更浑厚一些，国外会冲到很更完整更好听，而且呢你在第3趴唱高音的时候会更游刃有余，会冲到很更有空间感，好不好？加油！谢谢。是梦东东先生，也谢谢轩轩，希望你今天有好成绩，好不好？谢谢，祝福你。来为大家介绍，下一位参赛者佢係李元之、李元志，分享佢。让轻轻孤单，星光给我，我终于看清我自己。地久天长，虚情假意，又会是涟漪。他的眼神有没用心？你希望给我陪你。浪漫把戏爱到满意，梦想一般的爱情。我曾经爱你胜过自己，你不必剩下2分虚。爱不到最后，从此以后，点点一撒看下去，摆摆将将什么眼泪，你心中的最爱。摆摆将将什么夹夹离开，亲密的乖乖牌。有没用心？你希望给我陪你。浪漫把戏爱到满意，梦想一般的爱情。我曾经爱你胜过自己，你不必剩下2分虚。我不回头，从此以后，点点一撒看下去，摆摆将将什么眼泪，你心中的最爱。亲密的乖乖牌，拜拜拜拜拜拜，哦拜拜拜，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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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心中的最爱，拜拜将将什么夹夹离开，亲密的乖乖牌，拜拜将将什么眼泪，你心中的最爱，拜拜将将什么夹夹离开，亲密的乖乖牌，拜拜。分享 Andy 的咸水鸡王子，拜拜。陈晓东，哎呦，好，党位，党腔，好来，接下来唱哪位先生嘞？好，呢個部分我哋唱林克勇先生。好，廖樹國吼，係算係新生代嘅現代搖滾跳。好，廖樹國原本吼係國語歌改過來愛聽吼，廖樹國有一首詩。嗰曲啲背吼，有陣時唱唔掉，錯嚟，唱到好落嘅，愛到萬年，唔唱嘛㗎？愛到萬年，錯唔錯？萬年，錯唔錯哈？哦，還有哈，我對你係整體嘅感覺非常嘅讚好。不過
还有一点哈，就是你的上下半身的感觉。上半身非常的好，下半身的姿势你回去看录影哈，你可能要再练一下了哈。这算给你一个建议了，好吧？算成你非常棒的，加油！谢谢老师，谢谢。什么欣赏？谢谢元志，谢谢。写一下道具。哦，写一下道具是哦，好。好，接下来我们介绍下一位参赛者，给黑总原文张新文。欢迎张新文。奖什么诶？张新文，金银奖什么？等一下哦。好，俩团呢，爱抢到陈冠宇陈老师我们奖评。张新文呢，高三咧，挨无买意见呢，懂好呢。懂好他，哎呦，看到哎拍摄，你看看，懂好他。老师不可以有私心哦，老师。我想知道讲吼，迄做对加强的运动的法，运动吼，高上入人的身体的反应啊。好。加强的运动的法吼，你爆发力更较强的法吼，前途无量。好，谢谢老师，谢谢。好，什么欣赏？陈冠宇欣赏嘅贡献，谢谢新闻，讲什么嘢？老师公平都哎呦，爱吃到懂哦。谢谢，谢谢。沙条来就给一个团嘅第10位歌手郑聪伟、曾仲伟，欢迎曾仲伟。同样给。大家好。
有你拢懂爱后悔在一起，后困爱相爱做事，留下孤单该最爱。不偏爱照顾一该命运，就是爱离开爱上，有人因爱我存在。流浪啊，心情无意爱探路，世界阿爸，世界阿爸的力量强悍。流浪啊，昨天不再改差，爱会马萨，爱个秒一辈子流浪。Tell me where is the soul real? Tell me whether it's nothing real. My life is hard to turn for hate. I don't care if I pay, but my life is shame. 最后一首了，大家手借给我好不好？手讲爱好不好？路途中不是相遇，温顺将该一个爱带人离开相片，不偏爱照顾一该命运，就是爱离开爱上，有人因爱我存在。流浪啊，心情无意爱探路，世界阿爸，这家的人要强悍。流浪啊，昨天不转来改差，爱很马萨，那爱人秒一辈子流浪。小段大尾。流浪啊，心情无意爱探路，世界阿爸，世界阿爸的力量强悍。流浪啊，昨天不转来改差，爱很马萨，让爱改秒一辈子流浪。是啊，是啊，恋，真啊真思念，打扮了流散爱爱。喂，重播。是啊，是啊，恋，真啊真思念，打扮了流散爱爱。兄台行啊，谢谢。感谢曾仲伟，不急哇，不急现场当演唱会了，演唱会是唱完就要走，是赶场哦。别急别急，我们来听听评审老师怎么说，好不好？好，给团眼了唱吴永顺先生。哦，仲伟弹迄落就唱嘅专业嘅歌手嘅曲式啦，吼，咁大家聽住。啊，不過呢首歌今年就冇唱，就唱龍潭嘅 T 條風嘅 ，T 條按度按有幽默嘅，用糖啊糖果啊鹽起來，將將按咗花生糖，吼，然後沖了按螺絲咧，啊個按果按大，我用埋嚟沖。所以頭先咧，實在仲偉了創到真好。啊，唔過吼，呢首歌底本咧含有客家嘅手條，含有個言語同嘅唱 rap， 哎呀，好唱，實在這兩個才是你的考驗啦。哎，今天不過整體來說，哎，很好。是嗎？好，欣賞了講都很都超講了，所以來說很好，謝謝老師。好來，也恭喜仲偉了，希望你喺好成績。好，謝謝。歌唱到咁，
冲来按简单，给国尔是做的冲不冲？你嘛该态度的，对吧？时时台台酒，咱用甜甜传达。哎呀，迄癌症第4期，香港，所以行行啊，款款别都有现场样扮演，很容易。好了，来山来过啊。唔咱可以做福果就做唔得，其实东西最有的福果呢。真見哦，奶娘風味全部歸在走出來。寬冬粉拿來鋪底，淋上蒜蓉醬，就不用一整就好了。當然牙齒你都感覺會彈起來。有到那麼誇張？沒有。大禮拜日安步9點，合總情感延續飄香。我意思咧，都無愛看到去，我一看到去就想到。给你走台。其實辦這場追思會根本就是個笑話，不管辦幾次，我也是不會回來。你為什麼要讓我一個人？阿爸，我怎麼了？你要不要跟特別女生一起？為什麼要這樣？為什麼要傷害自己？為什麼？我怕我止不住去找你。小恩，有一件事情啊，係想問天神有冇愛做咧？繼續多盡多我哋2015客家流行音樂節客家流行音歌曲比賽嘅超級擂台組總決賽現場。你看現場，按到很多朋友按到加油團啊！我係齊澤偉，我係宋江林。因為比賽進行到一片哦，10組參賽歌手已經全部衝退了。2輪的比賽都衝退了哈，這個本評審老師。掌聲鼓勵下，好唔好？謝謝老師，現場辛苦哎，謝謝老師，謝謝。對，他給段嘅成績介紹之前，現在在算分，時間很緊張。對，不過你們的現場做得強鬆一下，做得嚟看表演。表演哦，梗係啊，引導細阿哥嘅衝暗號同埋講，唔給予女生代表有。一片 MV 太高了，小姐夢幻歌后。哦，夢幻歌后。哇，這一位歌手呢，佢本身咪係比賽型歌手哦，17歲就開始出了T拜嘅比賽。係啊。啊，後來呢，也是我們的鬧熱大擂台比賽拿到大票名嘅歌手。然後呢，他也是我們的金曲獎2004年金曲獎的最佳客家嘅新人獎，好嗎？讓我們掌聲歡迎徐曉寧、徐小寧，歡迎徐小寧。各位總觀、各位現場嘅朋友，還有電視機前嘅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小寧，大家認識我嗎？認識嗎？好像不夠大聲，認不認識？啊，好開心哦！啊，今天都分一類多了，很高興來到這邊。那很多有暗號嘅場地，然後暗號嘅設備，還有動到後上音類從你嘅客家歌曲，哎，我真的覺得客家的文化傳承真的是非常的有希望。那最重要的，剛剛我其實聽到。動到歌唱比賽嘅朋友有寵愛歌曲，我在這裡深深的一鞠躬，真的是非常謝謝大家能夠喜歡我的歌曲。那今天我會帶來2首歌，一首輕快，一首比較抒情，那希望大家也會喜歡。第一首呢，因為愛你愛張迪，謝謝。喜歡的朋友可以跟我一起唱哦。
好拍子。强下倒去，心肝乒乓跳无天。紧张的心情，沧桑爱的消息，看你小爱心中安欢喜。相爱对你的心意，有点意外不答应。天有好天气。爱的心，不再怀疑，因为爱你爱怎地，演给爱情有意义，因为爱你爱相信，未来的记忆无少无离，因为爱你爱怎地。主题，会是艳阳亮相随，让美丽云彩爱给心里，因为爱你是主题。因为爱你爱怎地。因为爱你爱怎地。那接下来带来一首呢，也是歌唱朋友很喜欢的一首歌《愿望》，希望大家心中的愿望都能够实现。谢谢。假使愿望能实现，用一匹在爱身边，同爱飞过彼个思念。就算时间无改变，就算夜又刻又夜，依然相信，等待的幸福就在身边。世事安无所，只有真心，能分爱力量化给比索。含光，坎坎坷坷的爱情梦，感动，让你锁在心田。月光。假使愿望能实现，用一匹在爱身边，同爱飞过彼
你的思念。就算时间来改变，就算夜又刻又夜，依然相信，等待的幸福就在身边。不怕你世事安无所，只有真心，能分爱力量发给悲伤。行过，坎坎坷坷的爱情梦，感动让你锁在心头。月光照亮眼的所有盼望，温暖串串甜甜幸福。锁在心头，月光照亮眼的所有盼望，温暖层层甜甜幸福，温暖层层甜甜幸福。愿望，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谢谢，谢谢客家梦幻金曲歌后气候年带来后堂的谢谢徐翔，真的很好听，而且刚刚我在看这个歌词的时候是阮克勇老师的作品哈，哇，我看他整个也很创哈，徐翔您啊，给他个动强，后来有强松么？后堂么？用咩模的嘞？有后堂么？你这边个大家请紧张莫紧张，我只有最强壮的是 Nice Win 的嘛，抽了几片呢？再给10位选手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谢谢大家今天带来谢谢你们精彩的演出，表演，谢谢。你的脸面的线条都冇强样咯，真的，强壮也不会收尾哈。紧张之前呢，再过来糖嘛啥嘞？糖跟边的评审中来讲几发，来评审一下，分享的评审中。我很喜欢他，我看到他我都会紧张。欢迎颜志文老师，颜志文先生。老师你好。主持人你好，两位。老师好。有，阿你冇讲话咯。冇啦，老师要讲评，要做总评。这叫讲係啊。这叫讲。哦，大家好哈。我相信這邊採訪嘅一個觀眾朋友嚇，第講欣賞嗰啲很有水準嘅演唱會啦，當然包括比賽也如更加嘅好。像這邊因為各人嘅一個演唱吼，大家嘅人都平時都有講過，我就有兩點同大家分享一下嚇。第一點你講。今日躺下來啊吼，感覺一道好想跳啊！寫下來寫下來吼，當場呢，一個客家人哦，不住了300-400年，基本上要跳出來吼，我比出去啊，你感覺吼，當好啦吼，可是寫夾個歌位啊，所以講同高興啊，對客家歌手嘅影響冇乜相同吼，有前後表現。第二點你講對國派的一個歌手來講吼，雖然佢哋表現太個攏同好，同真攏有專業水準，而且大下錯嘅歌手吼，就其實當緊走吼，唔知各位導演聽都表演嚟唱嘅吼。不過重要係安尼啦吼，如果也係當全世界當到比賽吼，客家人運用客家歌手運用去創出自家嘅聲音係當重要，唔係講唱到好聽。唱到有專業水準，我認為哦，下一個階段應該係講用嚟唱出客家人嘅歌味哈嘅風格，唔單係個人風格，還要走出客家的風格，我覺得這蠻重要。我希望說我們年輕的歌手能夠往這個方向努力哈。
不是说只是会唱一个客家歌词的流行歌，很容易创出吼，有客家真是客家味道的音乐。也个当重要，好，按主持人今日讲到也好。好，多谢郑老师，谢谢郑老师。先生的鼓励，要帮大家看到客家流行音乐的未来。对，我之后老师讲我真认同吼，不管用版型讲，一定要唱出客家一个美食风格，我之后当重要。老师讲出来要记点呢，大家也笔记下来，因为我们现场可能就有朋友，Sudden明年、后年就来报名我们超级擂台组。我想这么棒的活动，大家长来到现场，怎么能不说话呢？好的，我们现在马上以热烈掌声，我们要欢迎我们桃园市的大家长郑文灿市长。市长好。请市长上台来跟大家说几句话。市长好。市长好。大家好。市长好。市长好。今天的决赛哈，跟我以前当新闻局长的时候，这个感觉有点小小的一样。刚才评审长哈讲说，母语音乐是要用母语唱出最深层自然的感情。那时候我推动原创音乐奖，就是要推动这样子。后来发掘了一位叫做林生祥，代表台湾参加了那个法国的米甸世界唱片展，那客家音乐站上世界舞台。那今天的演唱会很客家、很年轻、很流行、很有文化的韵味。那5男5女的表现都很好，我不知道谁得奖，我完全不知道。但是希望桃园是客家流行文化的重镇，我们客家音乐节能够发掘歌手，以后这些歌都是客家的经典好歌。谢谢市长，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但是评审出来了吗？应该是出来了啊，还没出来。好，我要谢谢已经算好了。谢谢，这里是客家文化馆。是。那今年的桐花季我们今年特别多样化，有儿童的这个歌谣有这个客家的动漫，有今天早上的桐花践行有客家的音乐节所以让不同的年轻人都能够体会客家。如果是客家人，更喜欢客家；如果不是，了解以后也非常的喜欢。那这就是我们桐花节的目的。是。那这里是龙潭的客文馆，也欢迎大家来龙潭做客。好哦，谢谢市长，谢谢，真的谢谢市长。市长，我是龙潭人，我真的要谢谢你，谢谢市长。这个最重要的是这个流行文化。流行音乐节，赶快上我们的脸书打卡，好不好？脸书粉丝专业打卡，我们成绩已经出来了，市长。我们要请市长留步，对，请市长留步，准备要为我们揭晓今天的比赛成绩了。想不想知道成绩？好像没有很想市长怎么办？想不想知道？想。对，首先呢，我们要颁发的是颁那3位啦优等奖，3位优等奖。我们今天的评选呢，最后会选出3位优等以及前5名。我们先从3位优等开始宣布。我先这个主办单位特别有郑重要跟大家提醒一下，这个所有的分数老师都签过名，抢过名。是的，是经过认证的，所以。分数都在这里，我也都还没有看，大家都还不知道。我们要请市长，重要的时刻交在市长的手上。我们优等奖3位得奖的是 ，The winner is 要从底下开始来，都可以。林雨涵，哇，恭喜，请上台。邱子谦，恭喜邱子谦。龙轩轩，恭喜龙轩轩，恭喜3位，我们也恭喜市长为我们颁奖。来，到台上来。现在市长要准备颁奖给今天的3位优等得主：龙轩轩、邱子谦以及林雨涵。我们要请市长颁发的是讲座1座，以及优等奖金。恭喜林雨涵。恭喜林雨涵得到优等奖。恭喜雨涵，我们优等的奖金1万元，恭喜。好，我们请雨涵稍后休息一下。现在邀请市长颁发优
等讲座给邱子谦，恭喜邱子谦。好，颁发1万元的奖金，恭喜邱子强。紧接着，请市长颁发优等奖杯以及奖金1万元。恭喜龙轩轩、刘贤贤。掌声恭喜3位，恭喜，谢谢，请稍后一下，谢谢，谢谢。好。好，谢谢。好，我们现在要请优等3位，请稍后退后2步，稍后一下，谢谢。来，紧接着我们要请市长继续为我们揭晓第5名。市长，对，市长已经很重要，我们从第5名还要到第1名哈。OK， 对，很重要。来咯，第5名在我这里，我刚刚都没有看哦，镜头我 take 我。现在脸上表情又开始。第5名得奖的是。第5名得奖的是张新文。恭喜张新文，恭喜！好，欢迎张新文，也恭喜张新文得到第5名。抢总选本送退来。我们请市长颁发第5名的奖杯，以及第5名奖金2万元6万根元。恭喜张新文，恭喜！恭喜！好，我们请新闻稍后一下。接下来第4名马上揭晓。你们觉得是谁？对，很好。好，我们请市长为我们宣布第4名得奖的是李元志，恭喜李元志！李元志，恭喜！恭喜！我们3重陈晓东今天的表现很多用戏剧来呈现，今天得到了我们的咸水鸡总裁第4名奖杯以及奖金3万元，恭喜恭喜！元志，恭喜！耶！好，我们恭喜！请元志稍后一下下，谢谢。好，我们请元志往中间一点站，谢谢。好，谢谢。好，接下来呢，前3名马上要揭晓了。市长，你比我还急哦。好了，我们要公布前3名了。第3名得奖的是流行歌曲大赛超级雷海组的是谁？第3名，华生，耶！恭喜华生，恭喜！恭喜华生，我们也请恭喜市长我们颁奖。市长颁发我们的奖杯以及奖金4万元给我们的季军华生，恭喜！恭喜恭喜华生，来，我们请华生中间站，谢谢。好，马上要宣布2015客家流行音乐节客家流行歌唱大赛的亚军第2名。市长，我们要卖弄，哎呦。我自己都吓到，给你，我叫徐哲伟。得奖的是徐哲伟的朋友，对，曾仲伟，恭喜曾仲伟，恭喜曾仲比，哇，偶像把现场带来了音乐会的气氛，恭喜曾仲伟今天精彩的表现，市长颁发奖杯以及第2名的奖金5万元，恭喜！好，中尾留步，中尾留步，中尾留步。中尾请往中间站，谢谢。中尾请留步，请留步，请留步。那个我接到制作单位可以说第2名的可以讲话。哎呦啊！你是脚被踩到吗？不是吗？好了，对，非常好，来讲一下感言。真的很开心。因为一开始其实就是想要来帮自己的，就是其实我自己年底要发行专辑，然后跟曾雅君一起合作。对，那就是想要宣传自己，然后来参加这个比赛。那本来一开始以为自己可以唱自己的歌，然后后来因为就是种种因素，然后终于就是后来今天才知道那个指定曲，然后真的是非常紧张，虽然有一点忘词，但是还是有拿到第2名，我真的很开心，谢谢大家，谢谢。恭喜曾仲伟，恭喜！
哇，市长，哇，市长，我们的赛制真的选出歌手中的歌手哎。市长，我跟你说，你要记住这后面这些人，也许以后他们要去法国、去德国、去意大利得奖的时候，你们都要谢谢市长，懂吗？知不知道？知不知道？啊，好。谢谢市长。接下来是冠军。马上要为大家老师，我要紧张。我看底下加油的还蛮多的。你们觉得冠军是谁？大声喊出他的名字。市长，我叫徐哲伟。怎么办？这重要的时刻。哦。市长，你看到了？你们觉得冠军是谁？还是精灵啊？精灵啊，精灵。谢谢。我是要看裁判奖跟这个我们现场的一不一样，一不一样。有鏘勇猛了啊！有鏘勇。好哦，第一名是2015客家流行音乐节客家流行歌曲大赛超级擂台组冠军，得奖的是陈婷婷。恭喜陈婷婷！恭喜我们的冠军！恭喜陈婷婷！来自马来西亚，本身不是客家人，但是他来到台湾学了客家话以及客家文化，把客家歌唱得这么好，恭喜陈婷婷！他可以得到奖杯以及奖金6万元。恭喜！好，婷婷。对，市长帮你拿哎哦，来，请讲，谢谢市长。冠军感谢市长，先跟市长拥抱一下啦，拥抱一下好不好？市长可以吗？来，拥抱一下，来，快要拥抱一下市长。马来西亚的客家人很多啊，超，来，讲一下吧。谢谢市长，谢谢在场的评审老师。然后我从马来西亚到这边来一个人，然后我很感谢今天。还是有朋友来为我加油，谢谢你们！婷婷的加油喊。其实这是我第3次参加这个比赛了，然后我今年就跟很多朋友还有学生们就讲说，你们一定要来支持这个比赛，因为这个比赛很有趣，然后客家歌唱着也真好听，你们说是不是？是。对，我真的很感谢。那每一年其实进超擂组是压力非常的大，因为每一次就是很多很强劲的对手。那也感谢大家，我们台前幕后工作人员的辛苦，我们给他们掌声鼓励好吗？他们真的很累，谢谢你们。好，谢谢大家，这个奖属于我们背后所有，还有我们台下的所有的参赛者，谢谢大家。什么意？谢谢，恭喜你！恭喜我们的冠军得主陈婷婷。因为啊，这个公平起见，我们3、4、5名也要讲话哈。来，第3名的来，华生，没关系，市长。哎呀，市长你怎么这么好啊？来，华生，请往前一步，谢谢。其实，在场应该很多人认识华生，那也知道华生本身不是一个客家人。那我对于客家这一块其实有蛮深的热情。那也很谢谢在场所有的老师，不管是有给我指点，或是没有给我指点，给我很多鼓励的老师，我都非常的谢谢你们。然后呢，还有谢谢我们今天的我的亲友团们，来了非常多的人。哇哦，华生的亲友团，谢谢你们。对啊，他们很多人都抽空来，还有我的学生们，真的很开心，因为他们刚好在旁边的国中，所以呢，刚好大家都可以过来。还有呢，最想感激的是。今天没有办法到场，是我女朋友。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今天第1场的一个 rock 的那个装扮，是她一针一线帮我缝上去的。对，所以呢，我在这边呢，就是要感谢她，也要感谢在场所有的人，今天给我的掌声。什么太感？哇，恭喜把声！恭喜把声！来，市长要来，接下来呢？还有快，然后我们时间不够了，来，我帮你拿着哈，来，你在原地就好了啦，来，好，请说。谢谢大家，因为我本身也不是客家人，然后我在卖咸水鸡，然后每天都要买菜煮菜，也没时间练歌，就一边煮菜一边听客家歌这样。然后我的歌词啊都是用注音符号，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去对。掌声鼓励一下。对啊，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的咸水鸡。
因为去买咸水鸡还可以冬天的影响啊，冬天生意不好啊，其实很辛苦，时间很长。真紧哈，我在三重的永福街258号，记得啊，记得来桃园开分店，好不好？跟市长讲一下，好不好？接不接受现场点歌？可以啊，可以哦。你说点歌还是点鸡呀？好了，谢谢大家，恭喜你，恭喜沈梦颖，谢谢，恭喜。好，第5名的这一位呢，也是来，我帮你拿麦克风哈。大家好，我是新闻。首先我要先谢谢主办单位，然后还有现场的老师，不管是谁，非常的谢谢你们。然后当然还有最重要的是，我要谢谢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家人，还有底下的小朋友们。小朋友，我是谁？你们爱我吗？谢谢，谢谢。恭喜新闻，恭喜。好，市长，你也知道吗？我有点不好意思，后面有3个优等的，要不要给他们也讲话？好，那个我们给优等的来，因为这个是年轻人参与就会带动，是，所以优胜的也是得奖，我们给他掌声鼓励一下。来分享一下优等的哈。好，我们首先麦克风要交给。好，谢谢主办单位让我参加这个比赛，我也是第1次参加这个比赛，很开心。而且我还有拿到奖，谢谢。有等等影响哈，好，来，下次继续往前迈进哦。对啊，加油哈，来。很谢谢主办单位办了那么有意义的一场比赛，然后也谢谢所有今天来到这边的所有的朋友，然后还有谢谢评审老师对我的信赖。那我最要谢谢的是我的加油团，特地遥远的过来，谢谢。哇，子谦的加油团，谢谢你们。市长，我跟你说，他在镜头上看起来超像王世贤。来。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林雨涵。那今天很高兴能够参加这个比赛，而且有得奖。然后也谢谢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所有指导我的老师。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真的很谢谢他们，谢谢。恭喜雨涵。市长，我好像第1次跟市长见面哈。市长好。我还起早呀，就一定要讲哦。我真的要，我正經愛講當感通，我當叫我應該講第1擺，我龍潭人，我第1擺進到龍潭呢個地方來，我看到安東人唱客家歌，安東人對客家文化的支持，還有老師也好，台人聲音也好，我真嘅當感通。今比最感通嘅係乜啥？係現場嘅每一剎，不管有得獎冇得獎，你係歡喜也冇歡喜。本自家掌聲鼓勵，我們給自己掌聲鼓勵，謝謝大家。沒什麼辛苦的客家天使團了哈。是的。出講客家，就像市長說的，我們客家音樂，桃園就是發源地。是的，當然我們要感謝市長，感謝我們的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大家知道嗎？在我們桃園這個地方哦，我們有全國最多的客家音樂出版公司。在桃園這個地方，我們創作了有上千首的客家流行歌曲。沒錯。我們也希望未來呢，我們桃園這個地方可以成為我們客家音樂的發展中心，把客家這個文化，讓我們的台灣更多元、更美好。創到世界去，人講好嗎？讓我們一起創造客家的美麗新世界，好嗎？今日嚟創了首歌曲《客家世界》，分享今日所有貴賓，還有評審先生，還有參賽者、好朋友，今日嚟創了首歌曲《客家世界》，什麼大家？老師來，林老師、局長、副局長，還有所有的長官嘉賓，謝謝，謝謝。還有我們的參賽者，也歡迎一起到台上來，朋友。謝謝，也恭喜今天所有得獎者，再給所有參賽者跟得獎者掌聲鼓勵。緊張辛苦哎！一起打拍子哦！風涼涼，歡歡喜喜，天數鬧湧湧。大家向下衝，沒什麼太自家。向下來的位安靜的地方，本來的客家文化傳到全世界，講好唔好？什麼太自家？記憶長存，客家嘅智慧，因係現代嘅客家人，
世界嘅客家人，有丰富又精彩嘅客家文化哟，係快樂嘅客家人，水彩嘅客家人。愛沙漠大邊雄心開創，客家世界悠悠的有。也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大家，也恭喜所有得獎者，謝謝所有長官、嘉賓啊，評審老師，什麼太嘎，什麼太嘎，謝謝。是，謝謝。一地長春，客家嘅智慧，係現代嘅客家。